們，駿景灣御峰咧係首個推出小戶型 4.0 產品嘅樓盤，無論係口碑定係品質咧，都係喺江門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嘅。咁現在咧加推嘅係最下一棟嘅22棟啦，你可以睇下呢一棟主要賣嘅咧，你嗱同樣嘅都可以望到呢個體育館啦、灣區之眼啦、同埋樓下嘅公園啦，全部咧都係可以望到嘅。咁呢一棟咧亦都係整個樓盤清盤嘅最下一棟啦。以後御峰嘅話咧就只能買二手，樓層唔一定有得選擇。咁現在我哋就嚟睇下99方同埋118方到底係點樣嘅。先嚟睇下118方呢個戶型啦，咁御峰主打嘅咧就係戶型舒適啦。嗱，呢一個客廳咧唔需要打咗間房嘅情況下咧，都有去到5米嘅闊度。咁陽台咧亦都係5.4米。其實咧佢個重心咧，嗱呢個部分都係陽台位置嚟嘅，都係可以屬於全贈送2.2米嘅進深，加上5.4米嘅陽台。並且你睇下呢個陽台咧，呢一邊咧都係可以睇到體育館嘅，真係可以坐自己屋企嘅客廳咧就可以睇明星開演唱會嘅啦。咁呢個陽台連通嘅咧就係一間客房。其實呢個戶型咧最舒服一個點咧就係佢可以做到南北對流雙陽台。5.4米，雖然話咧個飯廳咧只有3.5米，唔係話餐客廳同寬，但係其實3.5米已經係足夠噶啦。咁廚房嘅話咧，空間亦都係非常之舒適嘅，你睇，因為佢係膠標啊嘛，到時係整好晒俾你噶啦。咁其實呢一邊嘅話咧，因為你有個露台嘅原因啦，咁呢一度我都建議大家係可以打咗佢，亦都贈送咗3.8個方俾你哋。一嚟係可以更加直觀咁樣可以望到呢個景觀，二嚟嘅話咧呢一個空間亦都可以加大咗。咁佢個露台咧就喺飯廳呢一度行出去啦，你睇下呢個露台個空間唔算十分之大啊，15個方，但係你話平時用嚟晾曬啊，平時種下花花草草啊，或者得閒啊兩夫妻出嚟望下呢個景觀咧，都係好舒服嘅。咁御峰個戶型咧，仲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個房間，你可以睇到咧，佢所有個房間個空間咧都係好均勻嘅，唔會話有一間特別大，亦都唔會話有一間特別細啦。咁房間嘅話亦都係膠標嚟噶啦。咁當然啦，佢只係118個方嘅情況下，你就唔可以要求話佢有嗰種主人房好大啊、好宏偉啊嗰種效果噶啦。佢真係冇，但係佢真係實用嘅舒適型。嗱，你睇啦，呢個係主人房嘅空間啊，可以放到1.8米床。甚至乎2米床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度可以做個梳妝台個空間啦，而呢一邊咧亦都係預留咗個位置可以俾你做呢一個衣帽間嘅。咁衛生間喺呢度嘅話咧，亦都可以避開咗呢一個衛生間對床頭嘛。同埋咧，佢個膠標嘅話咧，所有個馬桶咧都係呢個智能馬桶嚟嘅。咁現在咧再嚟睇下99方呢個戶型同埋佢嘅交樓標準啦。嗱，指紋鎖裝夾門咧，呢啲都係本身係有嘅交樓標準嚟噶啦。咁99方咧入嚟咧，呢度有個6個方嘅入戶玄關，係可以俾你放雜物啊、放鞋櫃嘅。咁呢隻咧就係4.3米嘅客廳嘅闊度啦。我覺得呢個戶型咧，首先重點要講一下嘅就係廚房。如果你哋平時喺廚房比較多，中意煮飯，呢個廚房你哋一定好中意。你睇下呢一個空間感，嗱，標準膠標嘅老闆3件套咧都係有齊嘅，同埋佢有個好貼心嘅設計。睇下佢呢一度咧，洗菜盤個位置咧係抬高咗10公分，咁樣你洗嘢嘅時候咧就冇咁容易濺到個身啦，煮嘢起嚟咧都會方便好多。佢個空間咧，你係真係可以闊到呢一度可以加多排櫃咧，專門放你哋嗰啲買落嚟嘅好靚嗰啲精緻嘅煲咧。反正我屋企嘅煲咧真係超過20個都有嘅，呢個廚房就可以放到好多啦。咁而嗱，4.3米嘅客廳其實空間感咧都還算可以。你哋見到嘅呢一啲無主燈嘅設計啦，包括呢個風管機啦，都係佢嘅交付標準，同埋呢一個咧電視背景牆咧都係交付標準嚟噶啦。咁但係咧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咧，就係99方咧。嗱，雖然咧佢呢個陽台有5.9米啦，但係佢望住嘅咧就係小區嘅中軸園林呢一邊咧，係真係望唔到呢一個體育館嘅。咁4.0產品有露台啦，露台個位置咧就係喺呢個客廳同埋飯廳中間呢個位置出嚟，亦都係同樣係15個方，可以俾你用嚟做你哋自己嘅晾曬啊，或者係放你哋嘅種花啊、種菜啊，都係冇問題嘅。但係佢有樣嘢唔好嘅就係咧，你可以睇到其實光線感咧，肯定會比望住體育館嗰邊咧會差少少，而且佢望嘅咧亦都係望呢個小區嘅中間，呢一個係佢唔好嘅地方啊。但係其他嚟講嘅話咧，99方有個4.0露台咧，私隱性都還算係可以嘅。咁我哋現在嚟睇下房間啦，房間咧都係一貫啦，木地板嘅膠標，你睇下。每個房間咧都有3.6米嘅進深，同埋咧佢所有嘅門框咧亦都係呢一個到頂嘅。房間嚟講嘅話咧，嗱呢一間房咧同樣都係10個方嘅房間，咁呢間房咧就可以望到體育館啦。睇下呢個視覺感其實都幾靚嘅，就所有你現在見到嘅木地板啊、門框啊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咁99個方嚟講咧，
就啱啱我哋都講咗啦，佢個戶型肯定唔會話有太大嘅特別性，但係咧佢就每個房間都實用啦。呢個就係主臥個空間啦，有22個方，可以放到2米嘅大床係冇問題嘅，亦都係預留咗一排嘅衣櫃位置。所以其實戶型嚟講咧，你話太特別咧，佢真係冇，但係咧就非常之實用，同埋咧佢會贈送埋一個露台俾你，亦都係帶埋裝修，可以直接一步到位，省時又省力。咁地理位置上嚟講啦，裕豐一出門口就係呢個體育中心啦、魚山湖公園啦，隔離咧亦都係有個兒童遊樂嘅公園啦，同埋咧佢話有雙名校嘅加持啦。咁其實現在裕豐門口嘅呢一條路咧已經係非常之方便嘅，所以配套設施嚟講咧都係好方便嘅。再加上咧，其實裕豐整嘅小區咧，雖然佢冇話有好多好誇張嘅會所嘅配套啦，但係佢整嘅小區因為佢係抬高咗3層。並且咧，佢樓與樓之間咧個闊度都有成50米。咁小區內該有嘅游泳池啊、籃球場啊、兒童公園啊、健身區啊，都係有齊晒嘅。所以佢唔係話一啲好誇張嘅豪宅小區，但係咧佢係真係比較適用於剛需型啊，想要改善中意呢個位置，中意一啲小戶型嘅4.0產品咧，選擇呢度咧都係一個置換嘅首選嚟嘅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評論區打駿景灣，我將現在22棟剩低嘅戶型圖嘅資料所有發俾你哋，記得盡快過嚟搵我睇樓啦。